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19，旧历的4月初8，礼拜三。后来这个疫情也是真严重，今仔日增加到240例本土病例，而且有2例是死亡的病例。先来看这个疫情指挥中心上新的宣布，今仔日是增加到245例确诊的病例，有5例是境外输入。 本土病例有240例，这240例本土病例当中，女性728个，男性是712个，年龄未满5岁到90多岁。咱就来看这个台北市102例，依然是这个网咖占上多，有48例。这个新北市有106例，这个中和区占上多，有33例。另外，这个桃园12例，这个彰化有10例，嘉南甲高雄拢3例，新竹县有2例，新竹市甲云林拢1例。指挥官陈时中有上新的说明。 那今天我们有新增了245例COVID-19 的确诊，240例是本土，那5例是境外移入。那还有这个我们今天这个240例本土，5例境外移入。那确诊个案中新增2名死亡，那按1522跟按2095。 那今日新增的240例的本土个案，为112例是男性，128例是女性，那年龄介于未满5岁至90多岁，年龄范围很广。那发病日、采检日介于5月5日到5月17日，居住的县市，那分别为新北市106例。 以中和区33例最多，其次台北市102例，那以万华区48例，桃园市12例，彰化县10例，基隆市及高雄市各3例，新竹县2例，新竹市及云林县各1例。那有关这里面它的来源比较看得到的是跟台北茶艺馆有关的有88例。 万华区活动史有67例，那某社团相关的2例，金香团2例，宜兰游历场1例，群聚关联不明的51例，那疫调中的29例，那相关的疫情调查持续进行。 那之前大家都有一点就是说，到底这个例，其实那哪些地方几例呢？这都是会有一些重叠性的都有一些重叠性。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整体在居住的县市里面，我们这指的居住的县市，但染疫的地方就不一定了。这要根据疫调。像我们今天里面大家看到，我们就没有宜兰嘛，可我们这里面就有跟宜兰游艺场是有1例。 那个是住在万华，他住在万华，然后到宜兰的游艺场，那到那边也待了一段时间。那现在研判，他的在染疫的时候是跟宜兰游戏场有关。那当然这都是需要一些判定那尤其像新北市、北市，事实上也是差不多是有一个一定程度的一个连结，所以这里面居住地、染疫地或者等等的，都会有些微的差异在，那另外呢，新增的死亡个案分别为按1522及按2095。 那1522为60多岁的女性，那于万华区工作，那5月10日出现发烧，5月14日就医采检，5月16日确诊。那按个案17日倒卧家中，同日送医急救无效，不幸死亡。那按2095为80多岁男性住院病人，有慢性病史，于5月16日进行接触者检验，采出的是阳性。 CT 值25， 5月17日因病情恶化，经急救后仍不幸死亡。那我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累计了14例的死亡个案。 后来，今仔日增加的240例本土病例当中，台北第二段这个传播链有88例，有去过网咖活动的相关的病例有67例，某一个社团的群组感染有2例，进香团嘛是2例，宜兰游艺场1例，这个群组关联不明者，也就是这个感染原因查袂出来的有51例，要咧做疫调的有29例。只有搭机前3日。